即马六礼拜就要开始，请会众将手机关机，还是关作震动。你都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向耶和华唱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地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请咱做伙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306首，我的心你着阿罗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仰望徛地，甘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有印伫圣心的头前面。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
定时日隔，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共同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咱甘心来启用，启用文第47篇，就是以赛亚第49章，伫圣经的后壁面显着我来去，请兄弟来译。众海岛啊，着听我的话。住伫远远的人啊，着注意听。我伫胎里，上主着见照我。我伫老母的腹内，伊就叫我的名。伊互我的喙亲像来刀，甲我藏伫伊手的低音下。佮互我诚做无食的钱。甲我藏伫伊的井地。伊有对我讲：“你是我奴仆以色列。”我要因为你得到阳光。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我真力做无彩工，嘛无利益。犹古我靠上帝替我伸冤。我的上帝会照我的所做，甲我报赏。这声，我伫胎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向伊。互以色列伫伊遐自治。因为上主看我做尊贵。我的上帝诚做我的快乐。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柱。”带以色列存落来的子民倒转来。西请，若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互我的拯救传到天边海角。当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的救恩临到我们，使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即使我们还在与罪恶征战，你却已付上代价，洗净我们的罪，并应许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够用的恩典来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现在也请主与尼幼师牧师同在，使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来坚固我们的信仰。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甲33节。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拢着荣耀上帝来做。无论是对犹太人、外邦人，也是上帝教会，恁拢毋通诚做因的阻碍。恁着照我所做去做。我为着大家，互大家欢喜，毋捌求家己的利益，是求大家的利益，通互因得着救。乌鲁，当请主利欧来
学老，因要学老的是，我用主的听，诚心听你。愿一切水的歌声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甲力。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凡事拢爱为荣耀上帝来做。将时间交予牧师。老兄这平安。咱最近咱的社会有安尼拄着一寡代志，有包括有即个电视的明星来跋落楼，嘛有即个警察安尼受杀害，侪即个新闻。我想这伫咧中间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也依然需要有好好来去深想，咱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咱爱怎样做。也就是伫咱今仔日的即个主题内面讲起的，就是凡事拢着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所以咱要用着即个主题，搁一摆来想，这是咱先同心来祈祷。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伫主你圣的主你，搁一摆来呼召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的神运行伫你家己的会中，主你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的心真正会通对主你来开，也你家己的话来亲自、来亲深、来刻掉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会通安尼照着主你的话来说义行，也真实行出主你啊阮所行出的款式。互阮真正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活出迄个水的见证。互阮真正凡事拢会通来荣耀主。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基督圣名，阿免。伫咧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内面，通讲是即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会通讲是即规段的经文的一个讲总结吼。食啉是日常生活真普遍的代志，但是基督徒伫咧一切所行的这代志的顶面，必须要先看见咱所做的这项代志有法度来荣光上帝无？既然是伫咧行代志，是所做的代志顶面要荣耀上帝，
所以伫咧即个食啉的即个代志顶面，那犹原共款安尼爱荣耀上帝。所以既然安尼，迄个互上帝荣光来得到欠缺的遮个代志，会通讲就是罪，也就是讲咱无应该做，因为咱所做的应该是凡事拢爱互主的名得到荣光。所以既然互咱所做的代志，若无法度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安尼咱就无应该做。所以有侪人会来问咱讲基督徒敢会通食薰，是迄个啉酒、看电影、跳舞等等，这个代志，若有荣耀上帝的名，咱就通去做；若无法度荣耀上帝的名，咱就毋通去做。无咱就会互上帝的名，安尼咱讲受到亏损。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咱所要做的代志，也是讲咱迄落讲安尼，虽然是点伫咧迄个危，咱讲伫咧危险的中间，但是却是荣耀主的名，咱就无应该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安尼，咱讲软内伫遐来退缩，无去做。咱需要会记着，无论做啥物代志，拢是爱为着荣耀主来做。所以咱应该为着荣耀主来伫遐来，嘛为着要荣耀主，所以咱嘛伫遐来肯牺牲咱家己，来为着来去为着主的名来去做咱应该爱做的事。所以为什么咱迄落无论啥物代志，拢需要来荣耀主？因为伫咧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内面安尼讲着，伊讲安怎？伊讲安尼，恁敢毋知嘛？恁的身躯是即个迄个圣神的殿，即个圣神是对上帝来点伫恁的内面，而且恁毋是属家己，因为恁是重价所买来，所以爱伫恁的即个身上面顶来伫遐来荣耀上帝。所以今仔日咱的经段内面佫有一个所在是咱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伫咧即个咱的经文内面，伊讲叫做凡事拢着爱安怎？我为着要互大家欢喜啊！伊伫咧即个所在，欢喜讲凡事都使众人喜欢。但是伫咧台语讲，我为着要互大家欢喜，伫咧即个经段、即个经文的即个原则，应该咱爱真细意来使用。因为咱若无了解保罗伊伫咧即个所在伊所写的，有可能咱会安尼误会伊的意思。保罗伊伫遐遇到即个哥林多教会的遮个信徒伫遐讲起讲，伊凡事安怎？伊讲为着互大家欢喜，讲我为着互大家欢喜。即句话其实伊必须爱为甲着即个下半节伫遐讲起着讲安怎？讲迄落伫遐伫遐讲着安怎？伊讲下半节伊遐讲是求大家的利益，通互因得着救。爱伫咱若要甲看即节的时阵，凡事伫遐讲着，我为着互大家欢喜，是要安怎？是要求大家的利益，通互因得着救。所以这是需要安尼同齐连起来做解说。保罗并毋是讲伊伫啥物代志顶面，拢安尼一味安尼伫遐要互安尼大家伫遐来欢喜。无伊就袂伫咧即个写批互即个哥林多教会内面，伊讲起着伊有讲起着一寡遮个责备的话。伊嘛对加勒泰教会的人讲安怎讲？伊伫遐讲我伫咧即阵安尼讲，减是要得到人，是上帝的称赞。我减是要得到人的欢喜。我若还在想要得到人的欢喜，我就毋是基督的仆人。这也就是所以保罗伊伫遐讲，伊讲我为着互大家欢喜，是要指引一个真安尼讲真崇高的一个目标。就是咱伊伫遐所做的代志，是要救人的利益，是要互人来安尼得着救。
而且咱搁根据合到迄个顶下文内面，伊只有伫咧一寡甲着即个信仰也是迄个品德拢无关系顶面，伊才安尼会通讲有迄个变通。因为伫咧信仰顶面，既然甲信仰有违背，伊就无去做。对信仰真理有碍有脱碍，伊拢无让步。所以当咱也是当咱伫遐食，也是啉，也是无论咱伫遐来做任何代志的时阵，拢爱要为着来荣耀上帝来行。所以当咱无论咱安尼是踮伫咧什物款的立场，是咱扮演什物款的角色，咱拢特别爱留意的，就是咱伫咧咱所行所做代志顶面，咱伫遐不管是咱的看，是咱的听，以及伫咱心内所想的，以及咱所讲的，以及所行的，无论安怎，咱拢无互人因为咱所行所做来跌到跋倒，就较亲像咱安尼凡事拢要安尼，互大家欢喜，无求家己的利益，只有求众人的利益，通互为着要互别人来会通得到救，通互因来得到救。所以安尼即款安尼一个生活态度，就会通互咱会通拢讲活伫咧迄个耶稣基督的内面，也是讲为着耶稣来活，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的迄款的一款，咱讲叫做舍己，迄种看无家己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光景内面，互咱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这也就是今仔日咱看见咱今仔日即个经文内面，保罗伊伫遐对伫即个即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伊伫遐所讲起的。所以咱若安尼搁一摆来看的时阵，安尼迄个咱伫遐讲迄个放杀家己到底是啥物意思？放杀家己就是放下咱家己，顺服耶稣。迄个放下咱家己是愿意伫咧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咱伫遐选择来放下咱家己迄个原底本底，咱讲真合理的迄个权益，就较亲像讲有个人安尼伫咧迄个某一个场合，伊会使做啥物款的代志，但是伊为着众人的利益，伊无愿意伫遐做，就较亲像讲咱伫咧公共场所，咱嘛知影，伫咧公共场所咱安尼拢为着别人的利益，咱无伫迄个中间来伫遐食薰，有无？是讲咱伫遐咧戒烟的时阵，咱安怎讲？讲我可以不抽烟，就是慢慢伫遐为着众人的利益，甚至嘛是为着家己的利益，伫迄个中间慢慢安尼，我为着安尼的代志，我无爱做这个代志，放下咱原本咱应该有的迄个权益，为着安怎完全要上帝来伫遐来降服，来听叹上帝的即个旨意。所以耶稣伊伫咧即个世间上，伊伫遐安尼，迄个伊伫遐生活的时阵，伊为咱安尼立下一个即个放杀家己的一个模范。伊伫咧克西马尼园伊的祈祷安怎讲？伊迄个祈祷是会通讲是安尼放弃家己，安尼一个讲真上最高的款迄款的表现。伊安怎讲？伊讲，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着照你的旨意来实现。伊伫遐，伊放下家己原底本底伊应该有的迄款的权益。伊伫遐，甚至伊放下伊家己的性命，为着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完成天父的心意。所以迄个咱讲舍己放下家己是放下咱家己的意思，顺服耶稣的旨意。往往咱安尼以为咱已经拢放下啊，拢已经拢放下，就是一种的失去，是一种的损失。直到咱无愿意伫遐来放下，但是当耶稣伊放下家己，伊是失去，是得到。咱会通对咱所读的圣经内面看见，伊当伊放下性命的结果，就是反倒是得到性命。因上帝甲伊提升，
互伊安尼搁一届来安尼重新得到救活。所以耶稣伊用迄个安尼，伊用到迄个一粒麦啊，安尼迄款的比喻来比喻伊家己的死。伊伫遐安怎讲？伊讲一粒麦若无安尼迄落一粒麦若是死，就会通结出侪侪的即个安尼讲迄个麦啊，吼。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啊，若无死，吼，若无落伫地死，犹原是一粒若定。若死就结真侪麦啊！所以，咱伫即个中间，耶稣伊欢喜来放下伊家己的性命，后来毋若安尼，搁得回伊家己的迄个性命，而且搁互既若相信伊的人，拢会通得到迄个永远的迄个活命。所以耶稣伊伫遐来提醒咱，伫遐讲安怎讲？伊伫遐讲起讲，既若疼惜家己的性命，会丧失性命。在安尼，伫即个世间，甘愿牺牲家己性命，会通保守性命，直到永远活。所以，咱会通只有当咱愿意来伫遐来放下咱家己，无顾惜咱家己的性命的时阵，咱才会通活出耶稣的迄款安尼的性命。所以，咱搁讲倒转来，啥物会是一种的迄个舍己，吼？舍己就是一种的断气，无为家己争一口气。伫咧十字架顶是一个互人会断气的所在。伫咧十字架顶，耶稣无为着家己伫遐来争一口气，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安尼，互犹太伫遐出卖，互众人伫遐来甲伊诬告，吼，伫遐来受逼迫。来互买卖，但是伊犹原无为着家己来争啥物货。伊伫遐受痛苦的时阵，伊犹原无有开喙。亲像伫咧以赛亚书内面讲起着，讲伊伫咧迄个想责问的人的面前，伊犹原拢无出声。伊心伊只有干那专心伫迄个中间欢喜来尊叹，伫遐遵行天父的迄个旨意。所以耶稣伊伫遐教示咱安怎讲？伊讲伊伫遐讲起着讲，叫咱毋通安那，伫咧即个台语的圣经内面讲，毋通伫遐目睭背目睭，毋通喙齿背喙齿。伫遐人若扇你的正边的喙皮，连倒边嘛互伊扇，着听你的对敌。所以伊伫咧中间，伊伫遐教起着咱。用咱世间的即个眼光来看的时阵，这是一个真不合理的要求。就是耶稣伊家己为咱来立迄款安尼的一个榜样，一个模范。所以耶稣伊伫咧即个世上，伊伫遐帮助着侪人，但是人犹原选择来伫遐来拒绝伊。亲像亲像咧甲耶稣扇伊的喙皮共款。但是咧，耶稣犹原伫遐心甘情愿来去上去十字架顶，为着要拯救即个世间的人。这就较亲像咱家己安那将咱的即个安尼，讲咱倒边的面犹原嘛，互人善共款。耶稣伫迄个中间，伊无为伊家己来伫遐争一口气，伊伫遐安尼。伫十字架顶，耶稣无为家己争迄口气，反倒伊愿意伫咧中间来断气。伊的迄款的舍己，成做咱的祝福，也互迄个对敌的心会通来得到回转。所以咱也应该来效法耶稣迄款安尼的模范，无应该安尼为着家己来伫遐来争一口气。上帝是为着咱伸冤的上帝。当咱伫遐选举伫遐，咱伫遐选择伫遐来舍己的时阵，无为着家己争迄口气，上帝伊就一定会为着咱，吼，也是讲伫咱的身躯顶，互咱来安尼，因为咱来互上帝来得到迄款应该得到的荣光。那咱安尼愿意安尼，咱讲，那咱无愿意伫遐来放下即口气。就无法度互耶稣伫遐来得到荣光，也无法度互别人来得到利益。所以咱会通对教会历史内面来发现安尼的
的一个事实，就是咱会通看见着，当教会伫迄中间，若伫遐来争权夺利的时阵，人为着家己伫遐来争一口气的时阵，教会就变做啥物款？教会就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伫遐无法度发挥教会应该有的迄款安尼功用。所以咱需要来学习主耶稣迄款的款式，伫遐来写记。只有当咱愿意，咱来选择着迄个写记的时阵，咱伫迄个中间，人才有法度对咱的心肠来看见着耶稣，也安尼会通讲，咱才有法度唱出耶稣的迄个香味。所以写记是啥物货？是为着耶稣，为别人，无为着家己。所以写记会通讲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安尼，咱会通伫咱的生活中来伫遐来实践。所以实践要安怎来实践？要安怎实践？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伫咱现今的咱的文化的内面，伊伫遐鼓励咱安怎讲？讲我开心就好。进前以早有一个明星，后来伊成做基督徒。伊伫咧还未成做基督徒之前，伊安怎讲？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即句话影响侪青少年人。落尾手，伊当伊做基督徒了，伊悔改，伊伫遐后悔，伊讲出迄款安尼的话。迄款我开心就好，安尼哪亲像无啥物安尼。无啥物会袂通做的，这就是一种的将家己一直不断伫遐来放大。咱会通看见着咱即马咱的即个社会，咱会通看见就是一直不断伫遐放大家己，结果即个社会哪来哪混乱。咱只有安尼来谦卑，来伫遐学习主耶稣，无搁再安尼掠家己做中心，安尼。咱就袂甲人来伫遐来产生了侪这个冲突，因为当咱若用咱家己做中心，咱就会成做迄个甲人起冲突迄款安尼的起点。若是迄个写记，毋若是干那用着咱家己的行为来做基准，咱迄个行事。咱所行的每项代志的迄个基本是啥？就是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所以就是讲，咱亲像保罗伊伫遐对咱的迄款的劝勉，伫遐讲安那，就是伫遐咱无论做啥物款的代志，安那无论是食是啉，是做啥物代志，拢是要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毋若是安尼，伊也搁伫遐提醒咱安怎讲？伊伫遐讲，安尼，讲恁着照我所做去做，我为着互大家欢喜，毋捌求家己的利益，是求大家的利益，通互因来得到救。这就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伫咧即个世代，咱要安怎成做一个有影响力来改变即个社会，互即个社会会通哪来哪好，是一个真要紧的关键。迄个写记的迄个生活，就是伫咧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拢要互耶稣来得到一切荣光。咱所做的代志，咱所想的是为着别人来伫遐来设想。简单来讲，就是即款安尼一个，这是一种的性命的迄款的呈现。所以，因为耶稣安怎？因为耶稣，我要为着你，我活的是为耶稣，为你，无为着我家己。所以，咱若安尼，搁过来安尼，咱来讲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实践？为着耶稣，为别人，无为着咱家己。伫即个部分有两个层面，咱会通来去实践。第一个就是咱会通叫做讲活互你看。真侪时阵，咱咧生活内面，咱的迄个讲写记敢若停留伫咱的嘴内面。咱时常听见讲，我是为你好，咱包括父母会对囝儿讲我为你好，但是咱若看见父母所做，甲囝儿所做，
哪像阁无共款？伫即个所在，咱所需要实践的是活互你看，咱的用迄个实际行动来证明讲，我真正我所做是为着你好的。讲咱迄个为着你好，真咱会通看见讲，伫咧咱即马即个世代。游玩真侪时阵，人若讲我是为着你好，拢诚做迄个，那亲像咧暗示着咱家己的侪迄个行为的方式，毋若欺骗别人，嘛欺骗咱家己。所以咱需要时常来伫遐来审查咱家己的动机，检真正咱所做真正是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迄个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毋是要求别人，乃是要要求咱家己。咱会通看见牧师伫咧最近一直不断伫遐来强调，就是咱的信仰，咱所活出来，毋是迄个要要求别人，乃是要求咱家己。当咱愿意安尼时常来遐实践，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着咱家己的时阵，咱迄款安尼生活，就会通成做一个活安尼，互别人看的迄款的一个典范。迄个舍己的迄个性命，就会渐渐有法度来去影响别人。咱也会通看见到侪时阵真侪会友真侪教会。定定讲，包括牧师之前嘛捌讲过，真侪时阵有当时伫咧教会侪教会的牧师娘，拢会对牧师安尼讲你上好拢踮伫咧台仔顶，莫落来。伊讲的一套，做的一套。所以今仔日牧师若无法度活互会友看，会友会安怎讲？牧师敢若剩一支喙。所以同款，咱伫咧活，咱所活出来，咱游玩，咱需要活出来，互人看。咱伫遐讲，即个基督教的即个信仰，咱的即个信仰偌尼啊好，安尼就活出来互人看，毋是用讲的，咱是用活出来，互人看见咱的性命，就看见耶稣。咱敢有法度，亲像咱过去嘛捌分享过。咱有法度伫咧众人的面前，伫遐讲，你看见我，就那亲像看见耶稣无？咱有安尼迄款的把握，互人看见咱，就那亲像看见耶稣。第二就是叫做死互你看，迄个死互你看，毋是真正讲迄个用迄个死来伫遐威胁对方。咱会通看见侪人伫遐。安尼伫遐要伤害家己，伫遐为着伫遐要求对方讲吼，你若无照我的，我就死互你看。迄个死互你看的意思，并毋是伫咧即个性命顶面迄款安尼的牺牲，乃是愿意无保留来为着对方来伫遐来付上代价，甚至愿意牺牲家己的性命，互别人会通来得到我，会通互别人会通生存。这就是我死。互你活，互你会通活落去，安尼一个款安尼的性命。迄个活互你看，甲死互你看，拢是耶稣伊伫咧即个世间伊所活出来迄款安尼舍己的迄款的一个模范。耶稣伫咧即个世间，伊活互你看，活互咱看的时阵，伊甚至安怎迄个呈现伊活互咱看。当伊亲像伊伫迄个安尼。身躯真野善的时阵，伊带着门徒伫遐做工的时阵，伊伫遐当伊真野善的时阵，但是咧，伊看见着做，伊去到伫即个荒野的所在，因伫遐本来想讲会用伫遐歇一下，哪会知去到伫即个加利利湖的对岸，去到伫遐，结果有人大声因去到伫遐，耶稣看见遮侪人伫迄中间就怜悯因。因那亲像迄个羊无有牧者共款，就伫遐来教导因。所以耶稣伊安尼迄款安尼，就讲活互你看，迄种死互你看，迄款安尼迄个性命。所以耶稣伊知影，伊若要拯救即个世间
迄个迷失的人，伊伫遐需要不断伫遐来教导因，用着上帝话来伫遐来教导伊，所以伊嘛伫迄个中间也付上伊性命迄款的代价。所以耶稣伊选择死互咱看，哦，伊伫遐死，伊伫遐选择死互咱看。伊伫遐，伊讲安那，伊伫咧即个，伊讲伫咧即个十字架顶，伊付上即个代价，为着要互咱会通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的即个羊条内面。搁伊迄款安尼放弃伊家己的性命，是伊家己愿意，毋是出伫勉强。伊并无迄个，伊并无勉强咱去做任何的回应。伊只有安那死互咱看。伊用心甘情愿，伊伫遐为着咱的迄个利益，无勉强咱必须要做出任何的回应。但是咱伫遐，当咱伫遐实践迄个死互你看，迄款安尼的即款迄个精神的时阵，安尼的一个行动，咱会看见讲啊，即款安尼的行动会通感动。做别人的性命，亲像耶稣用着伊的性命来换咱的性命，所以世世代代的做人，因为安尼来被感动，也互耶稣来吸引，安尼迄个舍己就会带来什么款的一个利益。当咱回顾即个舍己的迄个实践，也就是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的时阵，咱会发现。伫即个中间若是用英语3个字，咱会通发现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就是为着 Jesus， 为着别人，无为家己，就是为着你本身。安尼时阵，即3个字英语字的头一字拄好会通安尼导出一个即个joy的字，拄好就是喜乐。的确，伫遐当咱会通看见，当咱欢喜来伫遐选择，安尼看无家己舍己的时阵，就要带出迄个喜乐出来。咱会通来想象讲，迄个夫妻之间，如果咱若时常来实践舍己迄款安尼的迄个心情的时阵，咱就会通想象讲，安尼会成做一个什么款的光景？当丈夫选择安尼。常常为着伊的某囝来伫遐来设想，为着伊的某囝来付出，伊的某囝会什么款的反应？伊的某囝毋但会感觉欢喜，也会通安尼被感动，佮安那伊会用着同款的方式来对待伊的丈夫，即个厝内就充满了喜乐。同款，咱伫咧任何的人际关系的顶面，咱犹原嘛是同款，同款。当咱若伫遐，咱伫咧倒位选择，咱欢喜来舍己，咱就要伫咧迄个所在，安尼有迄个满满的喜乐。亲像耶稣伊所教导的，只要咱愿意伫遐来遵守伊的命令，就是选择迄个彼此伫遐来相听，欢喜来为着别人来伫遐来安尼放弃性命，咱就要经历迄个。对主来迄款安尼的喜乐，佫是安那？是迄个满满的迄个喜乐，佫会通影响别人，做人的性命。所以迄个活出迄个无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是盖在伫咱每一届的选择，欢喜来选择来安尼看无家己，安尼放弃咱家己的迄个应该有的权利。所以。迄个舍己，毋若是一种的选择，也是一种培养咱迄种看无家己的迄款性命一个过程。迄个只有家己的迄个咱，需要不断伫遐来选择迄个舍己，来培养迄个无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所以迄个毋通安那，毋通迄个放弃迄款安尼，迄个舍己的迄款安尼的迄款种。无，种弃杀家己的应该有的迄款的权益。每一届咱伫遐来发现咱家己，敢若一直遐想着家己的时阵，咱就应该开始来选择，来安尼迄个舍己，
来坚持选择舍己，咱就会哪来哪发现咱的性命哪来哪容易，哪来哪自然，成做咱生活、咱的性命一部分，咱就会通哪来哪活出一个有耶稣迄款迄个性命迄款安尼的品质，一个无有家己就会通安尼过着一个安尼得胜的人生。所以安尼，咱会通透过咱最近安尼的即个分享，互咱搁一摆来回想，咱伫咱的生命内面要怎样来实现，要怎样来实践，互咱的生命会通哪来哪活出一个主耶稣基督迄款的芳味，就咱需要选择是迄个放弃咱家己原底应该有的迄款的权益，来为着是要互人因为咱所做的来得到利益。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搁一摆咱重新来好好来思考咱家己即摆咱的生命到底落伫咧什么款的一个境况，互咱会通学习主耶稣的迄款的模范。所以咱牧师有3个问题互咱搁一摆重新来想，为什么当咱舍己的时阵，上帝的确会为着咱？会伫咱的即个身躯，会伫咱的心上来得到荣光。咱的生活内面有啥物款的代志，是因为咱安尼欢喜来伫遐来舍己，来互主来得到荣光。第二个就是伫遐舍己即个过程内面，毋那是用着安尼咱家己的形式来做即个基准。咱所行所做的代志的基准到底是甚物货？咱需要好来想。咱阁有啥物款的代志是圣神来引带咱，那个爱咱来伫遐来安尼舍己。第三就是实践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有倒两个层面，咱愿意伫迄中间来落实伫咱的生活内面无？就照咱头拄所分享的，咱要怎样来，互咱安尼四周围的人，当咱伫遐讲起着咱是一个基督徒，咱要怎样来活出一个安尼有耶稣基督迄款的芳味，互人看见咱就亲像看见主共款。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愿意来落实伫咧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安尼，咱渐渐，咱的生命就要哪来哪有主耶稣基督的芳味，就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会互主的名得到一个得到荣光。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主你的话语。主，你搁一摆来提醒阮，主啊，阮欢喜搁较侪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就是阮伫每一项代志顶面，阮用着活互你看，甲着死互你看，安尼迄款的精神来安尼活出耶稣基督的芳味，互侪人来看见阮的生命就。安尼会通将一切荣光来归伫你。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真正心甘情愿来为着对方的利益来设想，无勉强对方来做出啥物款的改变，乃是阮为着对方来欢喜来做改变，互侪人的性命，因为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性命，就会通因欢喜来军队，也。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及阮的国家，互这规个全世界，迄个原地本地迄个只有看见个人的迄款安尼迄个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因为基督徒欢喜来看无家己，来舍己，就阮要看见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要渐渐来得到改变。主啊，帮助阮，互阮无因为阮感觉阮人少会改变，若无效果，乃是阮欢喜来军队，欢喜来顺服，这个世界就要得到改变。愿你的教会
伫咧即个世上会通真正成做一拍光灯来照耀伫咧即个世界，互侪侪人看见主你的光伫咧你的教会内面来兑现，就来将一切荣光归伫你，也欢喜来进入伫教会，来互因的性命也成做迄个亲像有主耶稣基督旁边安尼的性命，互侪侪人因为你的教会伫咧即个世间徛起，就侪侪人要安尼因为教会来得到主你的施恩赐福满满。愿搁一摆将阮家己恭敬交托伫你，愿你的神不断来催逼阮、带领阮、引导阮，互阮来成做一个欢喜。来伫阮所做的凡事顶面，拢要荣耀上帝来做。愿你的圣神亲自来安尼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成做主你安尼所欢喜的学生。祈祷拢上个做出佢的圣名，阿免。当咱吟诗来回应上帝话。圣诗第506首，圣诗第506首，拜上帝今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拜上帝今日，世上有你，上帝照顾来，伊听咱家己。拜上帝。当咱甘心来奉献，请方敏珍执事、李恩兴执事帮咱书献。
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阮嘛是你的手所创造的。阮要感谢你将生命赏赐予阮，阮阁要感谢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主啊，阮是何等有福气的人！亲爱的天父上帝，当阮内心痛苦、拄着试炼的时，你的稳定教也阮用；当阮的身体欠安、衰弱的时，你的稳定教也阮用；当阮的心灵软弱、惊吓的时，你的稳定教也阮用。主啊，阮感谢你，阮要将你赏赐阮的才能、金钱、时间奉献予你，成做教会事工的使用。愿你降压，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31节，请咱做伙来读。所以你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现在我来报告。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礼拜后召开长执会，请长执预备心。第二项，各团契开始预备下一季的聚会内容安排，并于9月11日交给办公室。第三项，信德奖学金开始申请，请于9月18日前向主日学及各团契提出申请。知悉消息已带到，请兄姐自行过目。下礼拜的服事同工也请自己注意。祝福公道。主啊，这几周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许多极端的气候以及缺水的情形，造成了许多人民的受到影响。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让我们在各种困难的生活环境、气候之下，依然能够安然的居住。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依然发生着战争，在东欧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依然持续不断，造成许多人受到伤害。台湾的周边也受到许多武力的威胁，也感谢主，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在台湾生活，依然能够稳定的工作，能够得到生活上所需的供应。但是也求你在如此多变的环境之下，保守台湾，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居住，因为我们不依靠人的势力与自己的才能，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现在疫情仍然尚未平歇，有许多人依然患病，依然在家中隔离，也求主来保守医治这些人，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来对抗病毒，让我们大家的生活能够渐渐的步入正轨。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当咱来吟诵圣诗第390首，圣诗第390首。乌罗天悲，万福本源，请咱吟诗员，请牧师帮我教导，咱起立来吟全首。将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照着主你好的意思，你亲自来吸引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你也照着你家己的话来教导阮，互阮会通欢喜来顺探主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互阮伫逐项事的顶面，拢会通为着要互众人来得到利益。伫凡事的顶面，互主你，互阮所做的，拢会通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但愿你照着你家己的心意，来行伫阮每一人顶面，施恩赐福伫阮的顶面，互阮囝仔欢喜照主你所的旨意来行的，主你就恩待保守阮所有众兄弟，会通安尼伫逐样的好事顶面，拢会通得到完全。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